今年暑假全美戏院要闹热啦，因为伫高雄经营15档的金甘蔗影展，今年将刷到台南，并转型为台语影展，同时结合戏院甲赤坎商圈，要共同发展台语文化经济。台湾金甘蔗影展协进会为了宣传全世界第一个现代拍片剪接，第7天就要完成一部影片的挑战。今年特别邀请《淑女养成记》演小嘉玲的吴雨涵来代言，同时甲桑云勋开场，演出一天限定版的台语漫才，陪影展做伙当大人。这是你第几届参加金甘蔗？我已经参加足侪遍啊。哦，虽然讲这毋是我第一届来台南，毋过这是我第一届参加金甘蔗。啊，你毋知哦，今年嘛是第一遍伫台南办呢。是真的吗？对啊。拄才理事长甲我讲，已经办15届呢。对啊，我已经较久啊吼。讲到这金甘蔗影展，是培养足侪电影人，其中阁有足侪摕过金马奖。对啊，因拢一去无回头啊。这影展特色就是要现地拍，伫台南拍，伫台南做，嘛伫台南展览安尼，就啥物代志拢伫台南要完成安尼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台南看电影。为推动台语文化复兴，影展决定回到台湾的起点台南，并借出首奖增加到1万块美金。希望有一天台语电影会当参像韩国片同款，互全世界看见。咱鼓励所有人来拍台语电影，互台语的优雅、台语的美丽，互大家看会到，嘛听会到，嘛会当笑出来，笑会到。所以金甘蔗影展伫做16岁的时候，咱特别邀请吴雨涵来在咱台南，就是讲咱当大人就是要来做文化的台语的文化复兴的工课，来转做一个全台语的台语影展。今年全新改版的金甘蔗影展，8月12到9月17将举办盛大空前的台语影展，将300部影片持续播送，加上台湾总统世界首映会，要外界感受愈在地愈国际。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